才修炼到3重招式境界而已，也敢在我面前狂吠？哦，这小子，看来他天资还不错。你刚刚不是很嚣张吗？你个狗杂种，一爹是奴才，一辈子也是奴才。准骂我爹！快来救我！快来救我！你个狗奴才！我爹曾经告诉过我，宁做乞丐，不为人奴。以后你再想欺负别人，不妨想想今天。这小子行事还挺对我胃口。还不快上！我们人多，怕他干什么？实话告诉你们，我已经修炼到神力境，你们要动手，也要先掂量掂量。什么？肉身第5重，神力境？刚才是你们起哄是吗？寒爷饶命！寒爷饶命啊！以后寒爷一句话，咱们府里来雨，刀山火海，绝不皱眉。对，寒爷饶命！从今以后，你们几个就跟我吧，一起为大小姐豢养灵兽。是。好，不错。你们抬着方烈，先往山上赶吧，我随后就到。是。